常常念到我先念这首气声。这是这个正，那么正呢，它这个真言记下边那个我没有这样写，那么这个是实是解释了，解释说南无者回南无回来用这两个字南无那个南无和这个南无这都是一样，就南无南无这也是南无在这个中国呢翻译成就叫归命又或者翻译性从翻译归命也可以，翻译性从也可以，或者翻译就敬礼这个恭恭敬敬的归礼，又可以翻译叫归礼，又可以翻译这个南无说是度我度我这求佛度我。撒旦陀